开始，大家就去试看卖，片道拢会无声音的，刚好，试看卖刚好，家己的太太、家己的囡仔、家己的是大人，讲问安刚好，试看卖啦，好啦吼，咱嘴开啊，原就会听，爱去试吼，问安的时阵，那个脸要微笑哦。 好啊，无你笑袂出来嘛，无要紧啦。无你若笑袂出来，你啊，你搞早，安尼嘛会使啦吼。你若讲笑袂出来，嘛是爱讲一个啦吼。困到的话也一样哦吼。咱咧讲的时阵，困到确实是比较容易做得到。就是脸部表情柔软一点吼，加上微笑。其实若加上微笑是上好诶。你看咱面的周叔拢有笑眯眯无？拢笑眯眯呢咱的中间这个。 先保医的是主要，那个是对修的是修，伊过去叫做那个 happy 不打，伊伫外国叫做快乐的风，快乐的不，各位浅浅敢听有？伊是快乐的哦，所以拜伊的人拢是做快乐，讲话人拢是安尼讲的吼。你拜伊敢有快乐？有啦吼，你若讲我拜伊足艰苦的吼，安尼你唔通拜啊吼，咱是爱愈拜爱心愈开，爱愈快乐哦。 重点是遮哦，咱拜神佛，咱迄个至诚的心，吼，咱先把心偏落开，想要改变家己，咱来甲神佛邀请讲，让做师主宾，吼，甲信女，吼，信师，但咱讲有结婚无结婚，吼，也是地主，乾坤家己念，就是讲，互咱力量，互咱智慧，会当去改变家己。 会当改变家己过去6万年来的无明，这个心会当开，心若开，听代志听会清楚，就袂像要叫人相的，就要常常讲迄个人拢讲我的歹话。各位浅浅，你若常常耳仔拢听着人咧讲你的歹话，还是你拢听着你的人讲的话拢无好话，代表咱这个耳仔互砍足济，迄叫啥负面能量，安尼敢听有？你若是拢听着讲哦这个环境拢听着好，拢听着好。 代表你真的你的六根，你的目睭、耳仔接受的叫做善的因子，善的就是善的良善的。你若听着歹，代表咱就是爱说你哦，我们要小心吼。五字真经，今仔有请，咱有请大嘛吼，有求道嘛